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老人家到咗80、90歲，仲係精靈過人，可以同孫仔捉棋，甚至仲可以去學新嘢？但又有啲人明明先得個60零歲，就開始記性差、反應慢，甚至行路都跌跌撞撞，好似個腦開始唔聽使咁。講真，我哋呢代人最驚嘅唔係老，而係老咗變懵。如果你以為只要食得清淡，唔好周圍去，每日瞓足覺就係養生，咁你可能已經落入咗一個好大嘅陷阱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呢4個好習慣，喺好多人眼中係金科玉律，但其實正正係喺度拆緊你個腦。如果你而家仲做緊，真係要停一停，諗一諗，睇下自己係咪中咗招。講起養生，香港人最中意就係講清淡。我見過好多街坊，自從踏入50歲之後，就將屋企個廚房變咗做清水房，肉又唔敢食，油又唔敢落，每日就係白灼菜、蒸豆腐，再唔係就係清湯麵。佢哋覺得咁樣就係對心血管好，覺得咁樣就唔會有三高。但係大家知唔知道，我哋個腦其實有60%以上都係脂肪。你長期唔攝取優質嘅脂肪同蛋白質，你個腦根本就冇營養去運作。好多老人家到咗60幾歲就開始出現手震、行路唔穩，甚至係情緒低落。醫生一查，發現原來係嚴重營養不良。呢種營養不良唔係話佢冇嘢食，而係佢揀嘢食揀得太過火。特別係維他命肽12呢種營養素，主要存在喺肉類、蛋類同奶類入面。如果你因為想清淡而戒晒呢啲嘢，你個腦入面嘅神經纖維就會慢慢萎縮。我見過一個68歲嘅伯伯，佢為咗健康戒肉食，素咗10年，結果後尾發現自己記憶力退化得好犀利，甚至出現幻覺。醫生話佢係因為缺乏維他命12導致嘅腦部功能受損，所以話食得清淡唔代表食得健康。如果你唔食肉，你個腦真係會慢慢乾咗。你諗下，一個無油水嘅引擎點樣行得喐？一個無營養嘅腦袋又點樣可以保持清醒？再講第二個，好多人以為係好習慣嘅嘢就係靜養。好多人一退休就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做咗幾十年，下半世應該要靜一靜，唔好再理出面咁多煩心事。於是佢哋開始減少社交，唔再去飲茶，唔再去行山，每日就係匿喺屋企睇電視，或者坐喺公園發呆。佢哋覺得咁樣係修身養性，可以長命百歲。但係科學研究已經話俾我哋知，大腦係一個唔用就廢嘅器官。如果你長期唔同人溝通，唔去處理複雜嘅信息，你個腦入面嘅神經元聯繫就會慢慢斷裂。社交活動其實係一種非常高級嘅腦部鍛煉。當你同人傾偈嘅時候，你要組織語言，你要觀察對方嘅表情，你要反應對方嘅說話，呢啲通通都係對大腦嘅全方位刺激。如果你每日只係面對住部電視機，你嘅大腦就只係處於一個被動接收嘅狀態，根本冇任何思考可言。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更加要警惕呢種數碼孤獨。好多老人家學識咗玩手機之後，就更加唔肯出街，每日就係喺度刷短影音。雖然好似睇咗好多嘢，但其實腦袋已經停止咗深層運作。長期咁樣落去，你個腦會退化得快過你想象。所以唔好再講咩靜養啦，你要去鬧市行，要去同街坊吹水，甚至要去同人劏嘢，咁樣你個腦先會保持火熱。第3個要拆解嘅好習慣就係盲目依賴保健品。香港人真係好中意買保健品，咩靈芝孢子、蟲草精華、魚油、維他命，總之見到電視廣告話對腦好、對心好，就一大樽一大樽咁買返屋企。我見過有啲70歲嘅老人家，每日食嘅藥同保健品加埋有成20幾粒，佢哋覺得食咗呢啲嘢就等於買咗保險，可以隨便食、隨便瞓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？呢啲人工合成嘅嘢，最後係邊個幫你消化？係你嘅肝同腎呀。如果你每日塞咁多化學嘢落肚，你個器官負擔重到不得了，反而會影響咗身體嘅正常代謝。最重要嘅係，好多保健品其實係安慰劑，甚至有啲係含有過量嘅添加劑。你以為補充緊營養，其實係喺度慢性中毒。而且如果你過分依賴保健品，就會忽略咗真正嘅天然食物。例如你食一粒魚油，絕對唔會好過你食一塊新鮮嘅三文魚。三文魚入面除咗有奧米加3，仲有優質嘅蛋白質同礦物質，呢啲係粒藥丸俾唔到你嘅。所以唔好再迷信嗰啲貴到離譜嘅保健品啦。最好嘅保健品其實就喺街市入面，你要食新鮮嘅菜，食適量嘅肉，飲足夠嘅水，呢啲先至係對你個腦最好嘅投資。最後一個，亦都係最容易被忽略嘅好習慣，就係過分追求早瞓早起。你可能會問，早瞓早起唔係好事咩？
點解會拆腦？其實問題唔係出喺早字，而係出喺盲目呢兩個字度。好多老人家有一種執念，覺得一定要凌晨4、5點起身去晨運，然後夜晚8、9點就要上床。但係問題嚟啦，有啲老人家根本就瞓唔着，佢哋8點上床，喺張床度眼碌碌到12點先瞓得着，然後4點又硬生生叫醒自己去晨運。咁樣做，你嘅睡眠質量其實係極差。大腦排毒主要係喺深層睡眠嘅時候進行嘅。如果你長期處於一種淺睡眠或者係睡眠不足嘅狀態，你個腦入面嘅垃圾就清理唔走，呢啲垃圾堆積得耐咗，就會變成腦退化症嘅元兇。而且有啲人為咗早起，就算身體唔舒服都夾硬起，結果反而因為氣溫太低或者體力不支而跌親，呢啲先至係致命傷。我哋要追求嘅係高質量睡眠，而唔係長時間睡眠或者早起。如果你係嗰種夜晚比較清醒嘅人，咁你咪11、2點先瞓咯，朝早瞓到8、9點。只要你瞓得夠、瞓得深，你個腦一樣可以得到好好嘅休息。唔好再俾嗰啲早起成功學洗腦啦。每個人嘅生理時鐘都唔同，順應自己嘅身體先至係最好嘅養生法。講咗呢4個陷阱，咁到底點樣做先至係真正對大腦好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只要你肯打破呢啲所謂嘅好習慣，重新建立一套科學嘅生活方式。首先食嘢要豐富而唔係清淡，你要確保每餐都有蛋白質，無論係雞、魚、牛、豬定係蛋都要食。特別係香港人好鍾意飲湯，你可以煲啲魚湯、肉湯，但係記得唔好只係飲湯，啲湯渣一定要食埋。蛋白質係合成神經遞質嘅基礎，你唔食肉，你個腦就會反應遲鈍。其次，你要學會動腦筋，唔好以為退休就係休息，你要將退休當成係你人生嘅第2個學期。你可以去學畫畫、學樂器，甚至係學用新嘅手機軟件。當你面對新事物嘅時候，你個腦會被迫建立新嘅神經連結，呢啲連結越豐富，你就越難變懵。我識得一位75歲嘅婆婆，佢退休之後去學電腦，而家仲識得幫孫仔剪片。佢個人精神到不得了，完全無老態。仲有，你要保持好奇心，對呢個世界保持好奇係保持年輕嘅秘訣。2026年嘅社會變化得好快，唔好覺得呢啲係後生仔嘅嘢，你都要去了解下。去行下新開嘅商場，試下新出嘅嘢食，甚至去睇下啲後生仔玩緊咩。呢種心態會讓你嘅大腦保持活躍，唔會咁容易枯萎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嘅係，長壽固然重要，但係高質量嘅長壽先至係我哋追求嘅目標。如果你活到100歲，但係最後嗰20年都係喺迷迷糊糊中度過，連身邊嘅親人都唔認得，咁樣嘅長壽又有咩意義呢？所以我哋要趁而家仲精靈嘅時候，好好保護我哋個腦。唔好再盲目跟從嗰啲所謂嘅養生傳言，要有自己嘅判斷力。如果你發現身邊嘅親戚朋友都仲做緊呢4個拆腦習慣，記得分享呢篇嘢俾佢哋睇，或者你可以同佢哋講：喂，唔好再日日食清湯麵啊，去斬料戒渴啦。又或者同佢哋講：唔好再成日匿喺屋企啦，落樓下公園同人捉下棋、吹下水啦。健康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係由每日嘅小細節累積而成嘅。我哋香港人一向都好叻，好識得靈活變通。我哋喺工作上可以處理咁多複雜嘅問題，喺生活上亦都應該要有一份智慧。唔好俾年齡定義你，更唔好俾陳舊嘅觀念束縛你。無論你而家係50歲、60歲定係70歲，只要你願意改變，你個腦都有自我修復嘅能力。科學研究已經證實，大腦係具有可塑性嘅。只要你俾足夠嘅營養、足夠嘅刺激同足夠嘅休息，你就可以老得優雅、老得清醒。再講返關於營養嘅問題，好多老人家一聽到膽固醇就嚇到跳起，但係你要知道，大腦嘅突觸即係神經細胞之間溝通嘅橋樑，其實係需要膽固醇嚟維持嘅。如果你完全唔攝取呢啲嘢，你個腦嘅通訊網絡就會崩潰。所以適量嘅全脂奶、蛋黃，其實對老人家嚟講係補腦聖品。唔好再因為怕三高而將蛋黃丟掉啦，嗰度先至係精華所在。同樣道理，關於靜養嘅誤區，我哋要重新定義靜。真正嘅靜應該係心靈嘅平靜，而唔係大腦嘅停滯。你可以通過冥想、深呼吸嚟獲得心靈嘅平靜，但你嘅思維一定要係流動嘅。就好似一潭死水，時間耐咗會發臭，
但係流動嘅溪水永遠都係清澈見底嘅。你個腦都係一樣，一定要流動起身。至於保健品，我想教大家一個簡單嘅方法去判斷，如果嗰樣嘢標榜包治百病或者係短期內有奇效，咁你就要小心啦。真正嘅健康係無捷徑嘅。如果你真係想補充營養，最好先去專業嘅營養師或者醫生做個檢查，睇下你身體到底缺啲咩，係缺鈣、缺鐵定係缺維他命載，對症下藥，先至唔會浪費錢，又唔會傷身。最後講到睡眠，大家記住一個原則，順應自然。如果你半夜醒咗，唔好焦慮，唔好死都要自己瞓反。你可以起身飲啖水，睇下書，等有困意嘅時候再返床。最緊要係心情放鬆，心情一放鬆，睡眠質量自然就會提高。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，其實中心思想得一個，你要愛惜你自己個腦，要用科學嘅方法去保護佢，唔好再俾啲錯誤嘅習慣拆咗你嘅大腦。由今日開始，食好啲，多啲出街，少食啲無謂嘅藥，瞓得心安理得啲。希望我哋每一個人到咗80、90歲嘅時候，仲可以坐埋一齊，精精靈靈咁飲住茶，吹住水，回憶住我哋精彩嘅一生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諗，我講嘅嘢係咪真係咁有用？其實呢啲唔係我個人嘅意見，而係結合咗現代腦科學、營養學同埋大量臨床案例得出嘅總結。喺2026年嘅醫學界，大家已經達成咗共識，預防腦退化嘅關鍵唔係喺藥罐子入面，而係喺我哋嘅生活方式入面。我有個朋友，佢媽媽今年85歲，每日仲會自己去街市買油，仲會幫手處理屋企嘅賬目。我問佢有咩秘訣，佢話佢媽媽由後生到而家，從來唔會刻意去養生，佢中意食咩就食咩，但係每樣都係適量。佢每日都會同街坊傾偈，就算係啲婆婆媽媽嘅事，佢都聽得津津有味。佢唔中意食藥，除非真係病咗。佢仲好中意睇報紙，每日都要了解下社會發生緊咩事。呢位伯母嘅生活方式，正正就係避開咗我今日講嗰4個坑。反觀我另一個親戚，自從50幾歲開始，就過分注重養生，呢樣唔食，嗰樣唔食，每日就係研究邊隻保健品好。結果反而搞到身體虛弱，記憶力退化得好快。呢兩個對比真係好值得我哋反思，所以我哋要做一個聰明嘅長者。聰明唔單止係指智商，更加係指對生活嘅一種智慧。你要識得篩選信息，唔好人云亦云。你要識得聽自己身體嘅聲音，而唔係聽電視機嘅聲音。你個腦係你最寶貴嘅財富，保護好佢，你嘅晚年生活先會有尊嚴，先會有樂趣。再補充一點，關於心理健康對大腦嘅影響，其實孤獨感係大腦嘅腐蝕劑。如果你覺得孤獨，你個腦嘅退化速度會增加40%。所以無論你幾多歲，都要有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，大家可以一齊去公園耍下太極，一齊去社區中心學下手工藝，甚至一齊去旅行。喺呢啲群體活動入面，你會得到情緒嘅支持。呢種正面嘅情緒會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，讓你嘅腦細胞保持年輕。所以唔好再講我老啦，唔得啦，呢啲咁消極嘅說話。只要你個腦仲識轉，你就仲有無限嘅可能。2026年嘅世界咁精彩，你應該去參與其中，而唔係坐喺邊緣睇戲。你要成為自己生命嘅主角，無論你係幾多歲。最後，我想送一句話俾大家：養生唔係為咗活得耐，而係為咗活得好。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識得點樣去避開嗰啲擦腦陷阱，真正做到健康、快樂、精靈咁過每一天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嘢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行動起身，先由今日嘅晚餐開始，加一隻蛋或者加一塊魚，俾你個腦補一補。然後聽日朝早唔好再盲目咁早起啦，瞓到自然醒，然後去朋友飲茶傾偈，開開心心咁開始新嘅一日。我哋每個人都會老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點樣老去，選擇清醒，選擇活力，選擇科學，選擇快樂，呢啲先至係最正確嘅好習慣。唔好再俾嗰啲錯誤嘅觀念拆咗你嘅幸福。加油，各位老友記，我哋一齊努力，做個最精靈嘅銀髮族。如果你仲係有啲懷疑，不如我哋再深挖一下，點解我哋會咁容易被呢啲好習慣誤導？其實係因為呢啲觀念背後都有一半嘅正確。
例如清淡本意係想減少負擔，但過頭咗就變成營養缺失；靜養本意係想休息，但過頭咗就變成大腦荒廢；保健品本意係想補充，但過頭咗就變成器官負擔；早瞓早起本意係規律，但過頭咗就變成違背生理。所以凡事都要講中庸之道，唔好走極端，唔好盲從。你嘅身體係你嘅，你要對佢負責。你個腦亦都係一樣。如果你發覺最近記性真係差咗，唔好第一時間去買補腦藥，先去檢視下你嘅餐單，睇下係咪唔夠蛋白質，再去檢視下你嘅社交生活，係咪太耐冇同人真心交流，再去檢視下你嘅睡眠係咪壓力太大。菜園係先挨拉先嗨先近再，期間園比起盲目補救，要妖先得問閪。企喺盲目補救程，需要奶，由飲食、社交、心理到睡眠，缺一不可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大家都應該好清楚點樣去做啦，唔好再俾嗰啲好習慣嘅標籤欺騙。你要做嘅係活得真實，食得豐富，動得頻繁。呢個世界無靈丹妙藥，唯一嘅長壽藥就係你對生活嘅熱愛同埋對科學嘅堅持。最後嘅最後，我想再叮囑大家一句，唔好怕改變。好多老人家覺得自己呢套生活方式做咗幾十年改唔到，其實只要你有心，幾時改都唔遲。大腦嘅神經塑性係持續一生嘅，只要你開始俾佢新嘅刺激同營養，佢就會回報你一個更清醒嘅狀態。所以唔好猶豫，由今日呢一刻開始，做個不一樣嘅自己。講完啦，希望大家聽得入耳，亦都做得出手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腦筋轉得快，生活多姿彩。我哋下回再見。一齊探討更多健康嘅真相，拆解更多生活嘅迷思。記住，健康唔係等返嚟嘅，係你爭取返嚟嘅。大家一齊加油！